疫情期间，包括公所、卫生所，拢为防疫徛伫第一线，为了体谅防疫人员的辛苦付出，议员林美燕特别问下台南市妇女联合会常务干事，将分配关键便当甲饮料，予南区甲安平区公所以及卫生所的防疫人员，希望用实际行动为第一线的人员来加油打气。这次因为这些防疫人员还有最前线的护理人员都非常的辛苦，我就尽一点我的力量，送给他们一些便当啊，还有饮料，以慰他们的辛苦。因为我们第一线的防疫人员，大家每一个人都坚守自己岗位啊，事实上都非常的用心啊，也非常辛苦了。那我想防疫的工作不是某个人来做，是大家一起来要全民总动员呐。那这段时间防疫人员的辛苦，那当然我看到了我们台南市市民也非常的自我管理的非常好了哈，我们的疫情都能够就是能够管控到。那当然这一次我们就是秋香就是今天呢几个便当。给他们加油一下哈，大家加油一下。那希望我们台南市的就是为了每天都是一个零确诊。首先非常感谢我们那个林议员，还有我们秋香妇联会的秋香姐哈，因为她特别体恤我们这一段期间呢，我们所有的防疫人员这么辛苦哈，所以今天特别带着便当还有饮料来慰劳大家。再次感谢我们美燕姐，也感谢我们秋香姐哈。那希望我们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，台湾平安，我们台南也平安。台南市妇女联合会常务干事郑秋香。因为长期参与各项的公益活动，而且连续7档帮助议员来推动寒暑假绿色学童的免费营养午餐。在疫情期间，嘛特别感谢公所、理干事甲卫生所人员的付出，因此徛出来支持第一线的人员，希望早日度过这波的疫情难关。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。